捌一年时间超过，日头也伫身边，完全是少年时幻灭美酸甲蜜甜。大江的呜，爱下落雨，做伙来呜，音乐才有。大狗的呜，鹦鹉唱呜，换你来呜，做伙跳舞。伊是日是双水，我两千八点。我熟悉，记录是落是你记住咱的老的节目。做伙来，各地各种也是错，搞看让人知。一定食海产，我也想摇滚。讲啥哈？啊，当时是写的时候，就想要甲我所有的朋友，甲所有的朋友讲，我相信你。啊，因为我相信你，所以你会使相信你自己。对。原来咱存这款大人大情，原本底就无啥物，所以唔惊失去。你真正爱一个人，你会看到伊上水的时候。如果你爱看到伊，就是真正老啊，还是安怎？迄个可能你就是，可能你这就是爱。谈一嘴诗，听一段音乐，咱的语言有意，咱的歌有澎湃。台语歌有绵软过日的汗水，啊嘛有厝边头尾这种的人情味，就亲像生活内底满世界充满气味的声音。欢迎收看海味61号。大家好，我是沙艾克，一个做料理一定爱配歌听的总破塞。我咧煮食的时阵啊，有当时介意一个人豆豆来安尼，规个灶脚敢若我甲因曼尔。有时阵我介意约一群朋友来斗相共，切菜的声音啊，朋友伫遐咧乱七八糟的声音啊，就闹热咧安尼。做囡仔嘛是同款的哦，有一寡人啊介意安尼团圆足多，嘛有迄种编制较简单的一两个人尔。今日就来外口问看下哦，做代志是人多较简单，还是人少较轻松？家己一个人的时阵，你是较享受什么款的感觉？感受一下家己咧想啥物。会水国外这段，你莫伫我边仔，你也袂甲我管东管西。嘛敢讲放牛食草啦，个人去背安尼啦。放牛食草，你是介意分组甲朋友斗阵，还是一个人家己来处理就好啊？我介意一个人处理，伊无一定会搞。放牛食草啦。恁伫办公室敢会足侪人诶40外个吧。安尼甲同事沟通起来敢会足忝诶。会哦。一直想对方咧想啥物，爱配合别人。你敢会想讲，若有一天你想要去一个人较少的所在？有想过啊，因为有点社恐。你上班拢无咧甲同事咧讲话？拢怕。上好莫来找我讲话。人多的时阵你是介意啥？大家做伙爽，做伙欢喜的感觉。团圆做伙出去吼，大家有通相照顾。毕竟咱伫国外风险较大。介意有朋友的尴尬。讲到人少呢，这个乐团敢若两个人尔哦。听因的歌呢，我感觉就亲像甲家己好兄弟咧食饭安尼。人少较好讲心内话啦。因的歌呢听起来我感觉足直接的。两个人互相斗搭足歹的啦。这个乐团呢就叫做特修斯哦。先来听看卖因第一条歌《大人大景》。应该有是你。淡薄仔挡袂牢，我拢伫贪恋爱情，爱到为着无些确定的明仔日。拄仔来拢幸福，是咱较早的相片。大汉青春的记忆，到底
敢有答咱到位？为着无写确定的名仔字，卖掉当作在花的叶仔是。原来咱剩一款大人大姐，但本地就无啥物，所以不惊失去，请相信你自己。过去我把一无所有，有你。久了到顶去，使人迷茫的城市出发，为谁的名仔字，为着无写确定的名仔字，拼无咱知影标准的每一句。无需要伊，搁这才算体面。为着无写确定的名仔字，卖掉当作在花的叶仔是。原来咱。大姐，本地就无啥物，所以不惊失去。为着无写确定的名仔字，拼无咱知标准的每一句。原来咱是算个理想梦想。无需要伊，搁这才算体面，请相信你自己。欢迎这首是搁一摆来到咱海味61号的现场。恁即摆已经成军10年啊嘛？是。这届是恁的新专辑对无？对。会当分享一下无？这是咱第2张专辑嘛，是头一张全台语的专辑。这个专辑的名叫做《The Way Not Taken》，华语叫做《未择之路》嘛。伊其实名是为一个美国的作家的 Robert Frost， 有一个作品叫做《The Way Not Taken》，就是讲你伫咧深山哪来啊，你伫咧选择你人生的路的时阵啊。你有可能会选择 A 嘛，就有可能选择 B 嘛。伊是讲，因为我选择人较少迄条 A， 所以我人生就无共款啦。那么对我来讲是，因为你有选择 A， 你永远会在想讲 B 可能会更较好。哦。这张专辑的10条歌其实拢是咧写讲，无你卡当初是我选另外一项代志会更较好。哦。拢是一款故事。无选到迄条路安尼啦。你伫歌词内底有写着讲，为着无啥确定的名仔啊。袂条当作在外的囡仔性，是我感觉写甲遮斗大，毋过迄种讲出心肝底的话安尼，哪会安怎写哈？我当初是写的时阵就想要甲我所有的朋友，甲所有的朋友讲我相信你，因为我相信你，所以你会使相信你自己。哦，对。听恁的歌都是一种，规个人拢会浸伫你的音乐内底，然后听甲足解郁的安尼。我嘛好奇讲恁当初哪会？安怎开始讲台语，还是安怎用台语写歌的？因为细汉的时阵，阿嬷对我上好，迄是别人的歌啦。因为细汉的时阵，其实拢是甲阿公阿嬷大汉的时阵，5岁正正拢是讲台语的。5岁了，因为我住文山区嘛，台北市文山区其实有真侪外省的家庭，所以囡仔人拢是讲华语较济。迄是尾下去上课的时阵才开始讲的，无囡仔是拢是讲台语。所以写歌的过程当中，就是重新搁甲这找转来的过程。豆豆安尼扣转来是不是？对啊，甲这扣转来了，想要伫咧这张专辑，反正我当初是卖袂起我的台语，我即卖使讲啊搁较好嘛。有这个愿望伫咧内底，
嘛希望讲我出来底所有的时代会使介意这张专辑。啊，我有听讲恁上厝内底是有咧搬歌戏的，恁兜是咧搬，伊是歌戏戏班啊，这专业对哦。伫咧新北市309真有名啊，伊是班主安尼。啊，阮细汉间去看伊表演。对啊，细汉时若是有闲拜六礼拜的时阵，拢会去看伊表演啊。因为较早少年的时阵哦，安尼嘛是真歹势，啊，毋过就是阿姨少年的时阵较惨，所以两个就是小心小大会迄个吊威啊。即摆嘛遮水的好不好？嘛是真水啦，真水啊，无吊威啊。阿姨看得到，底下你跟你叫伊讲，阿姨我爱你，你袂付啊啦。你讲伊会吊啥？吊威啊，吊威啊，对哦，吊威啊，吊光束安尼，对对对，伫遐咧飞。对，光束就是伫咧后壁嘛，啊，就是阿伯友嘛，友咧要遛人就安尼，咻啊就飞起来。我有搬到安尼，我毋捌看过呢。啊，曹泽，你讲恁兜阿姨有咧搬歌戏嘛？戏班呢？啊，你敢有互因听过你的音乐？有，较早其实无啥物机会使听啦，啊，因为今年的专辑是。搁有含第一代的节目，拜六礼拜嘛，哦，你出一个足好看的。大家其实时代伫咧厝内底拢是看第一代较侪啦，所以第一代节目阮厝内人定来咧看，啊，阮时代看了后就讲，这顶挂有你的名咧，啊，倒一个是你的声，其实拢毋知影，就讲哦，啊，你有写这条歌呀？应该听到会感觉足荣幸的，足欢喜的吧？无嘛，无一定会讲你这继续教，就会使讲较好啦。对啊，因为一定讲较足好啊。阮兜的人是较严的。是我
操作这条朋友之歌，我感觉听起来就是足温暖呢。然后心肝头一种较透开的感觉安尼。那当初是安怎写这条歌哈？这是咧写这对朋友的代志。是写一对朋友的代志，原因是因为咧，其实嘛是因为是反正我人生也无共款嘛。迄个时阵我咧写歌词的时阵啊，阮朋友打电话来啊，伊就讲啊，无你敢会使陪我去做阮朋友因兜婚礼啊做的伴娶呢？啊，你就答应啊？我就讲无要紧啊，就无条件凊彩去啊。其实这是真严重，因为有人讲伴娶伴嫁，其实敢若会使做3届。有这种代志？对，一世人敢若会使做3届尔。你敢有听过？你无听过哦？敢若有听过。我第一届听到咧，就特别对。就是你做3届，啊，你的姻缘，你的姻缘嘛会。对，登记是不是？对，对，你可能你家己的福气拢无啊。所以这个朋友之歌是内底的歌词就是咧写讲我一生无条件相挺你嘛。哦，我断我自己的姻缘，对，姻缘拢会断去，对啊。我可能我无法度结婚，我叫我陪你斗阵去。因为你是我的朋友对啊，你的朋友是啊。我其实无讲介去，无要紧。啊，你的朋友是我的朋友。朋友的朋友嘛是咱的朋友啦，相听落就对啊。对，安尼相听落啊。朋友的感情最重要的啊，这10档以来啊，不管是恁的朋友啊，恁厝内面啊，还是恁的听众朋友，敢发生什么较趣味的代志？哦，阮听众朋友有2档正经，有2个人，伊是伫咧咱个边的群组内底。因为一个查某迄无来看表演，伊想要买阮的专辑。啊，查某就讲，无要紧，我来甲你斗买，啊，我再寄互你。啊，尾来2个人熟悉。因为去听恁的歌，听阮的歌，因就熟悉了后就谈恋爱嘛，谈恋爱了后就是过 COVID 了后，因就结婚啦。啊，你感觉就感动着，因为听恁的歌熟悉，然后行到人生做伙结婚，我感动的。上尾这条人生啊，我感觉恁今日这3条歌。拢会倒出一个故事呢，为一开始的这种大人大种啊，啊，有朋友啊，有上后壁，这条歌是咧讲人情对无？讲人情。对，讲人伫咧少年时啊、青春时的一寡故事。要毋过咧，你和你的好朋友伫讨论恁高中时啊、大学时啊、初中时的故事，一定每一个人拢有一个伊家己的故事。啊，阮伫咧台讲的时阵就讲，啊，你当初时你。国中3年的时候，你唔是介意迄查某？无啦，我无介意。你来讲安尼，其实拢实在真久啊。啊，毋过问题就是迄故事无一个正确的10外档以前啊，正确版本无。所以这条歌就是咧写朋友咧练小话。对，写朋友咧练小话。啊，毋过爱练小话诶，原则是因为我甲你熟悉真久。啊，毋过其实听起来是真温柔呢，较温暖的歌呢。我毋知影歌词才趣味着。对，因为你爱甲伊真好，才会安尼讲嘛。嘛是咧写迄种朋友的感情啦。对，你若是含这个朋友无讲介熟悉的时阵，你袂使做这款代志。是，确实是啦。我会当感觉到讲，恁的囡仔啊，其实都是你为恁生活内面的这寡点点滴滴安尼扛过来的。啊，上尾呢，我其实有淡薄仔好奇讲恁的团名。我做怎了？你搁讲一下。大家好，我的团名叫做 Lisa's 铁锈书。铁锈书其实是一个地下的理论嘛，对不？你当帮观众朋友介绍一个铁锈书的船。对，咱地下理论叫做铁锈书的船，有一只船，伊的名叫做铁锈书吼。哎，出发的时阵是拢好嘛，新鲜的，规台拢新安尼晒水了，因为海水会拍嘛，会浸嘛。啊，尾啊着物件都一直换，到尾啊，全部的物件拢换去啊，物件拢变做新的啊。对，拢是新的啊，物件拢是新的，啊，毋过名是共款的，叫做铁锈书的时阵，请问这只船，敢够是迄只？铁锈书的船呢？所以我其实要问你的是，行过这10档，啊，到即马就是剩恁2个人。恁感觉恁即马感觉是当初迄个铁锈书？其实啊，每一个听众朋友人生的阶段无共款的时阵，阮的音乐甲陪伴，其实这就是咱或者这个名的意义。啊，内底是啥物人其实无重要，你若是要想要参加嘛，会使。其实都亲像咧听恁的歌共款啊，但咧参加呢？无啦，我是要解说者，我一定伫内底，我就是讲我恁进伫内面啊。嘿，啊，我早想要讲的其实就是，因为大家人听歌容易家己的感觉嘛。你若感觉你是一个铁锈书内面，你其实都一定伫内面啊。是，就是安尼。今日呢，就是食一碗呢。银麦控出来心灵的鸡汤安尼哦，唔是牛肉面哦，啊牛肉面好啊，心灵的牛肉面安尼，好，啊嘛是恭喜啦，恁伫拜6礼拜真正成功的安尼，啊未来有啥物无共款的计划，互咱期待一下无？
未来，讲未来，伤远啊，敢会伤远？有淡薄仔伤远啊，因为其实就含每个专辑讲的共款嘛，反正我会安怎嘛。即摆讲未来就是反正我未来会使经济条路，对，经济条路啊，趁真侪钱啊，唱歌足侪人介意的嘛，所以就是拢无一定啊。要毋过，若是即马即个时间的我会感觉讲，我的未来就是希望，伫咧海味61号第4年的时阵，咱会使搁转来。啊，有迄写搁较侪新的台语歌转来找你安尼。一定爱的啊，对一定爱的。啊，老郑咧，未来搁转来的时阵呢，我的台语会搁较认真的。一定爱的啊，一定爱的。好啦，感谢铁修师今日搁来遮，希望讲后一个10档，咱搁会当继续坐伫咧遮讲台语啊，讲人生安尼。那最后咧，来听这条《人情》。前一日，少年的迄时，知影讲命命，也讲袂晓啥，有人通陪伴伫身边，做伙口沙搁笑出声，是永远的青春。情分开始迄一天，应该有是你，嘛淡薄仔挡袂牢。我拢伫等恋爱时，爱甲拢不知影人，应该有是我，嘛细细念你规工，我上好的朋友啊。连7分讲多谢，为你我的情分干一杯。前一日，到时咱拢白头走，缘拄好命命，无需要放松，有人伴。你的规世人，做伙口沙搁笑出声，过上好的年华。像是在迄一刻，应该有是你，嘛淡薄仔挡袂牢。我拢伫谈恋爱时，爱甲拢不知影人，应该有是我，嘛细细念你规工，我上好的朋友啊。7分讲多谢，为你我的情分干一杯。应该有是你，嘛淡薄仔挡袂牢。我拢伫等恋爱时，爱甲拢不知影人，应该有是我。嘛细细念你规工，我上好的朋友啊，连7分讲多谢，做伙讨人生时干一杯，做伙讨人生时干一杯。啊，若是讲到人济吼，乌楼就是一个真好的例安尼啊。
伫舞台面顶啊，因的金马安尼一层一层塌起来，哪像咧食板豆咧，什么菜拢有。啊，每一种乐器吼嘛，拄啊好安尼夹做伙，非常的丰富。先来挑看卖乌楼的风月。相信能回到悲伤的啊，为你而披萨，就别逗了，就别逗了。欢迎乌楼各一摆来到咱海味61号的现场哦。这张新的专辑嘛，乌楼跟你的名同款啊。这张专辑是咧讲啥哈？爱讲到乌楼，就是爱先讲到话。话娘就是阮家当作是一个思念嘛，还是感情的载体。后来就是因为伊过载了绑起嘛，现在就是敢若做大水同款，所有物件拢连连去安尼。其实咧表达的是就是，这是一个循环，就是我有这个曲折，才有可能有迄个新的过年，
迄个月牛才会当互这流水开始流动安尼。嗯，头仔表演这条风话嘛是咧讲月牛对不？对。嘿，是咧讲什么款的故事哈？因为内底用到电子琴迄种淡薄仔古早味，啊，迄种哪像得去 Y2K 的感觉，啊，你讲甘对？对，会使安尼讲。对，这条歌其实是一个就是甲祭献有关系的故事。在严重伊是甲这很有关系。对，就是因为月牛放弃嘛，所以讲，人就是想要重新就是创作一个月牛，一个新的话伫遐呢。对啊，月人变做是半人半鱼迄款，所以因就身躯有蓝嘛，所以歌词才写月牛有蓝。是这个意思。对，因就把迄个变形的人，就是放咧一个球啊，敢若放迄天灯共款，就是放落天顶安尼，啊，就是想要有一个新的月牛安尼。不过因就是可能就是假的。应该是讲人嘛是需要一个希望安尼啦，所以因做一个假安尼放弃吗？对，因为因就是想要迄个流水重新流动嘛。阮就用一个较特别声音，鼓的声音嘛较特别。小可贵州的感觉啊，听起奇奇怪怪安尼，就是想要听的人感觉，有怪怪的代志在发生安尼。因为小豪你的声音你嘛是用效果器安尼，哪像机器人啊，是伫太空安尼，听起来奇奇怪怪。啊，不过我是足介意的哦。咱哪想讲要变做这种声音？因为就是咧祭献嘛，所以讲伊就是一个敢若念经的过程安尼，所以才有迄款就是听起来敢若假气人安尼。啊，不过我感觉恁看开是足轻松的，啊，不过哪有这种跟恁的歌完全无同款哈，足叮当才黑暗的安尼。阮本来就是才黑暗的人吗？恁全部拢穿黑的，是这个原因？哎，对，阮应该表演都是穿黑。顶厝的拢是在流目屎是不是？我应该讲这个故事本来就无可能是欢喜，伊就是一个悲剧，所以讲伊本来就是一个叮当的过程。只是你伫这个过程当中，就是发现什么物件安尼，所以讲音乐的模样，只是阮就是介意的物件，所以就放伫迄内底。不过其实阮所有的目的，拢是要创造这个世界，这个阮想要互大家听到的世界安尼。
我会当感觉到吼，乌楼啊，就是有恁家己的世界观的啊，唔那是写歌尔，愈像是一个讲一个故事啊。我要来请问你啊，婉玉，听讲你台语无遐认真对无？啊，不要紧，啊，伫这条歌内面啊，你嘛有合音嘛？啊，虽然讲你不要讲台语，啊，不过你是安怎准备，跟安怎唱出来哈？我改到，你甲叫一下，你甲叫一下，你那么请小豪，伊拢用迄款空耳听的。什么叫做空耳？空耳就是要听到什么声就写落来，用伊会使写注音啊，写背来是不是？包括英文啊，拢有啊。伊就是规张纸拢是伊的记录。对。我完全唔知影呢，因为我听你咧唱的时阵，我足介意的，因为我一听到就感觉你的歌词啊，甲这条歌带去无共款的所在。啊是你若袂当用讲的，你用唱的好啊，好不？你敢过会记的？就比如。就比如想甲想起的港边。我真係足介意，你感覺足溫柔嘅，拿出足介鬱嘅，你受傷嘅所在攏好起來啊！啊，小豪，你家己，你敢過會記你一開始是安怎創作第一歌的？一開始，因為我迄當陣有一個表演，啊，想要寫家己歌，啊，就佇厝內底在想的時陣，迄當陣我阿嬤應該已經過身差不多2-3冬。或者就是伊之前去進產的時陣，攏會挽迄野花，野花其實就是野薑花。啊，古早人有講啥物野，若是你人過身啊，還是死去伊會轉來嘛。所以講，應該看你出來都係人。對，所以講就是用這個野花甲這個野的去寫一條歌。我嘛感覺講，恁的歌啊，啊個恁的團名啊。烏樓嘛，攏甲海才有關係。其實這個節目嘛叫海味嘛，那嘛是生活嘅。你哪會決定是？你直接介意這種水啊，還是海的感覺？我是洋人，啊，所以就是住海邊啊。就所以我就是問伊講，阮就是愛一個看起來烏的元素啊，甲海有關係。後來就想到講啊，海草。烏樓就是海草的意思，是不是？哦，不過恁這全部攏從烏的來就對啊。對，啊上尾這條呢《九型海洋》，我聽的時陣，我是哦，互恁電甲酥麻麻呢。啊，這條歌是咧講啥？九型海洋其實表面上伊在講就是兩個人，就是可能因攏心內攏有傷，所以講伊拄到對方的時陣，因就是敢若就是哦，阮兩個人變做是完整的人。不過就是最後也是分開啊嘛。我感覺就是這條歌上主要要講的代志，其實是歌詞上尾咧講，就是無人的愛有罪，啊你若注定要沉落，我會分開甲你做伙。就是阮有受傷的人，伊就是本來可能嘛唔知安怎愛家己。因為一定上敢唔知影迄種感覺是啥，是愛別人，因攏唔知影。不過因經過這個過程了後，因是了解到啥物是愛。我會使講我要想要啥物物件。了解。聽起來嘛是淡薄仔較哀愁一寡啦。啊，佇歌詞內底，我看你用到這個花嘛，這條歌內底你有寫到蠶捧花，這是啥物款的花？介紹一下。蒲公英。就是蒲公英。啊，你哪只介意把這無共款的花放入你的歌詞內面？因為我感覺就是一蕊花，就是大家攏看到伊就是上水的時間。我無人會留到最上尾、上落尾，就看到伊為就是上水的時間變做是冷氣的模樣。就甲人同款，就是你真正愛一個人，你會看到伊上水的時間。不過你愛看到伊就是真正老啊，還是安怎？迄個可能你就是啊，可能迄只是愛行到上尾的模樣。啊，即馬嘛來到咱節目上後壁啊，吼！啊，恁即馬嘛一定成軍6年啊，嘛發第一張的專輯啊，啊，未來咧，敢有啥物款新的計劃？即馬有在準備咱的實體的專輯，就是真水是婉玉設計。婉玉來當設計哦，真厲害對。對。氣質嘛較好誒。阮所有的物件攏是，這是伊的本業，這是伊的攏是可以。專場，現場的表演，現場的表演。
但咱若介意会当支持一下。对。你敢有考虑你会当写迄小说的啊？我拢叫伊写小说。嘿啊，你哪会写？无钱，伊本来要搞我饲啊，伊有开公司，你对伊遮好着，你要甲饲？伊开公司会使啊。我无讲过。无讲过啊，素兰都无给你饲啊？公司倒啊，崩去。规公司崩去有遮严重着，甲画牛共款是毋是？好啦，感谢恁来遮的分享，我嘛希望听众朋友安尼听了会当搁如实在乌老即个足少年，我感觉足特别的乐团，淡薄仔实验，淡薄仔电子安尼上下边咱来做伙欣赏即条九型的海洋。落下心泪，怎样通轻声细碎？你把心是我的目睭对你，我抹袂过。多少有你陪我，看风吹落地。爱有山间的你撒放弃最美，无人的爱有罪，无人的爱有罪。你若注定要沉落，我会挥挥，甲你作伙。
头拄啊特修斯还有乌老的表演，你会当感受到乐团的人数无同的气氛。特修斯就亲像伊的故事吼，就算敢若两个人尔，颠倒变做一种足纯的声音，简单还有力量。乌老呢，就亲像一个大家庭，大家的声音合作伙安尼，成做一个完整的整体。其实讲人多人少，嘛拢有味。上重要的是互相斗搭，还有共同的热情。这都是台语音乐的丰富性，也嘛是乐团创作的精神。我是沙艾克，海味61号，再会，拜拜。